大家好，又係我小格，歡迎翻到嚟我哋一個模型系列。今日同大家嚟開箱就係一個布魯可佢哋出嘅一個群星版無面超人第一彈高光時刻同埋第二彈加速世界。佢哋呢兩盒嘢都係有正版授權，即係有受到東印佢哋嗰邊嘅授權去出嘅。佢哋總共一彈裏邊就有10款嘅人仔，分別係9款普通款啦，再加1款嘅隱藏款，係啦。而裏邊係即係咁樣一大盒裏邊係有9盒盲盒嘅，咁所以究竟抽唔抽到靚嘢咧，就要睇大家嘅運氣啦，係啦。我哋就事不宜遲，即刻同大家嚟去睇睇我抽到啲乜嘢啊！Go go！ 好啦，砌好咗啦，同大家嚟睇睇呢兩彈嘅一啲細節先啊。咁先係佢哋嘅造型。咁今次呢兩彈嘅造型咧，我個人係非常之中意嘅。咁尤其是係嗰隻無面超人機子嘅 Magnum Boost Form。無論係頭部啦，嘅複眼啦、腰帶嘅設計同埋分析啦，或者係腿部嘅排氣管設計咧，其實都係非常之滿意嘅。首先複眼啦，今次布魯可有盡量還原到每一位拉打佢哋嘅複眼獨特複眼設計啦。例如係 Drive 嘅車輪設計啦，Decade 嘅直線設計啦，或者係 Five 嘅半圓形設計啦，其實都有還原到出嚟嘅。而冇複眼嘅拉打同怪人咧，咁就用咗其他獨特嘅方式嚟喺度呈現，係非常之用心嘅。而分析方面，今次布魯可用咗塗裝嘅方式嚟去到呈現翻每一條腰帶嘅特色同細節。例如係無面超人機子嘅 Magnum Boost 係啊，佢上面腰帶上面嘅 Magnum 同埋 Boost 咧，應該有嘅細節佢都有做到出嚟嘅。包括係 Magnum 上面嘅紅色按鈕啦，同埋內部輪廓啦，插入咗腰帶之後會有嘅圖案啦，呢啲都有還原到嘅。另一個要睇嘅顏色問題，其實就係金屬色。金屬色係今次呢兩彈啦，金屬色需要嘅角色係比較多嘅，唔算少。而我覺得最突出到金屬色佢哋好壞嘅拉打應該就係 Kabuto 同埋 Gachado。咁啱咧，咁巧你其實可以見到今次呢兩彈佢哋喺用咗唔同嘅方式，多過一種方式嚟去到呈現出唔同嘅金屬質感，係。包括係我哋攞 Kabuto 為例啦，胸甲同埋頭部嘅金屬色咧係會亮過手同埋腳嘅金屬色嘅，係啦。加柴台同一樣啦，係啦。而另一個我哋睇嘅咧就係可動性或者叫做可換性啦。今次我相信可換性上面最受惠嘅應該係 Decade 同埋機子，係啦。我先講 Decade 先啦。我相信大家都應該都知道㗎啦。Decade 佢嘅設定係可以係變成其他拉打啦。呢點係因為積木關係可以有還原到出嚟啦。兩彈加埋上嚟，其實總共有可以俾到 Decade 有5種嘅拉打去轉換嘅，係啦。我相信日後即係官方繼續出其他群星版嘅時候，Decade 呢個會係最大嘅受益者嚟嘅。第二個就係機子啊。機子佢哋即係佢哋成個系列裏邊有一個叫做 Armor Change 啦，我所謂嘅。今次總共出咗7隻人仔啦，即係如果唔包怪人嘅話咧，其實可以揾到最少6種嘅裝甲嘅，係啦。俾大家可以去自由配搭。而且其實每一
包即係每一盒嘅盲盒裏邊都有附到卡仔係俾大家去做收藏。咁所以整體嚟講，我覺得係唔錯嘅，係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試下去購買啦，係啦。好啦，咁啊，今集嚟到呢度先，我哋下集再見。咁如果中意我呢個 channel 嘅話，即係記得訂閱翻我小甲呢個頻道。冇嘅話咧就記得撳啷啷。咁啊，如果有咩問題就喺下面留言區發問。冇嘅話咧就係記得 follow 翻我 IG。咁我 IG 喺右上角。咁我就下集再見，拜拜。